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感谢继续收听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咱继续是彩色人生的单元。感谢主耶稣的安排，嘛真欢喜，咱所有咱的好朋友伫空中来甲阮收听。记录对台中出发这边真难得。来到伫咱台湾的东边就是伫东部尤其伫风景真水、真美丽、头路高的所在，而且咱富社教会伫小弟头前有好敬业兄弟，好兄弟你好。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边是太太是。做慧莲姊妹慧莲，你甲空中朋友请安一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主咱空中朋友或者真难得，咱听到原住民会当讲台语接受喜乐的采访伫这个所在，我感觉真难得。咱先来请敬业兄弟来介绍你的家庭甲你自细汉大汉这环境。我自细汉伫花莲新城是一个葫芦庄大汉的。我的爸爸是一个医生。我自细汉就伫新城读国校一直到大汉了后，原来佫住咧新城但是爸母即马拢无伫身躯边拢已经离开即马就剩我含阮太太，佮阮一个后生囡仔，还4岁。你是孤囝吗？我是囡仔囝。兄弟姊妹啦嘿，我5个姐姐一个阿兄。敬业你安尼会使讲自出世甲这个受教育差不多拢伫花莲遮。中有几年有伫外口读册但是嘛是阮较介意花莲，所以都转转来花莲读册。空气好，空气好，水好，经济好。佮有迄阵家己嘛爱耍爱伫图山就转来花莲。较无遐尔无方便嘛，因为迄阵爸爸做医生较侪代志我买啥物经济上的资源嘛较紧所以讲迄个年纪就较爱玩乐所以讲若讲伫外地要摕到这经济上较袂方便伫厝的附近读册是讲爸爸妈妈拢伫个春秋较紧迄阵是安尼啦，嘛讲伫同学面头前看起来敢若较海派一块，较派头一块安尼。所以你自细汉算讲家境嘛袂歹。嘿。你是上过一组的？阮是今年上新的迄组的太鲁阁族。太鲁阁族。嘿。迄个你的太太慧莲是？伊是阿美族。阿美族。所以讲起来恁是无工作啦。无工作安尼嘛就真简单爸爸是伫家己开诊所嘛，还是伫病院上班？伊早是伫卫生所做主任。好。落尾到75年迄阵就家己开诊所安尼。你安尼来信主才偌久啊？7、8年啦，但是最细的是4年。你原来信仰咧，恁厝拢伫葫芦庄恁敢无拜拜吗？无，阮爸爸伫长老教会内底做迄个长老，伫长老教会做长老，所以伫内底服侍安尼。所以你嘛是长老教会世家。嘿。你细汉嘛是讲起来嘛是信耶稣嘛嘿。一直甲你7、8年前，你讲认捌恁太太甲太太熟悉，迄阵是算讲伫交往嘛？迄阵是因为我本身工课关系我伫做保险嘛，有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迄阵拄好熟悉到阮太太迄嘛讲起来足奇妙的因为迄阵伊嘛是做业务员我抓到2个人身躯拢足重的我要卖伊保险，伊要卖我册安尼所以各取所需对啦。迄阵可能是因为阮要卖物件拢需要一寡时间啦，所以讲在这过程中就互相开始去熟悉对方，了解对方，包括伊的家庭，包括伊的信仰，就是讲对熟悉恁太太开始，才来认捌咱真耶稣教会信仰。是。请问敬业你进入对咧工作？我伫花莲遮台电一个万隆工程处。还是伫倒位啊？花莲伫凤林。凤林伫花莲有一条。嘿，爱行60公里。安尼嘛来请教慧莲，你当时伫啥物情形，甲你的先生熟悉？卖册。咧卖册？对啊。是卖套书吗？对。找的对象是拢啥物种对象？你是卖套书嘛？嘿。是毋是迄个经济较好一点嘛？当找迄警察有警察公务人员。
嘿，公务人员。啊，老师。老师。哦，啊，你既然做公务人员，你会去做咧卖保险的？我唔知伊是卖保险。哦，你唔知伊咧卖保险？啊，你知影伊的出身背景吗？我唔知伊是信名说。啊，后面我才知道说他是长老教会的。啊，慧莲，你是不是甲空中朋友来分享讲吼？你是细汉就伫教会大汉吗？对。你嘛甲伊熟悉时，你敢知讲伊甲你无共民族？我曾经有两难过。家庭甲你反对吗？一部分。对。哦。那时候是妈妈也是觉得不是教会的人，为什么要交往？你讲还是妈妈嘛就反对的，对。我妈也很反对。啊，你阵啊呢？厝里的压力啦，压力毋就足大诶？系啊，压力蛮大。蛮大的吼。啊，我甲你请教，算讲你是细汉就伫教会大汉咯吼。啊，你哪会算讲熟悉对方啊？这个恁何敬业弟兄吼，伊当时还未信主嘛吼。可是甲你无共做哦吼。啊，你伫这中间有啥物心路历程要甲空中朋友分享吗？迄阵我想讲，我要买册吼，应该是比较多元的，什么人都可以买。拢甲接触啊呢？我当时希望能够像这些有钱人。哦，你想要趁钱？对。趁较济钱呢？嘿，对，因为小的时候比较妈妈很穷嘛，这些人养我们。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想要趁钱，安尼会使互我较好的生活。对，嘿，然后又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代志啊。对，嘿，也很挫折。拄啊，迄落有甲恁问吼，讲你讲的是教会大汉的，啊，你个熟悉，因为这个工作嘛吼，啊，你一直咧奋斗，伫你的工作顶面来做表现，啊嘛是讲借着这个机会趁较济钱呢，啊，你啊变做会较叛逆无？有啦，有甲阮妈妈有争吵，有，嘿。不过嘛是该歹势安尼，该歹势。对啊，无要讲，不想讲，不知道怎么说。啊，伫你的迄个，伫你的迄个意念内底吼，你也有想讲，啊，我都教会大汉的啊，啊，所以伫我的信仰内底，可能啦吼，无一定因准你去交往这个无信主的人。当然嘛，做一人甲这个无信主的人交往啦吼。啊，你当时你的看法安怎？你的心肝哪想？读册的时阵吼，是讲我一定会嫁到信主的家庭。哦，迄阵是读册的时阵。读册时阵，要毋过出社会时阵吼，无共款，无共款了。是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哎呀，我才不想像以前的想法这样。拢教会人拢是安尼啊，生活较无遐多数啦吼，多数较无一定遐生活很好啦，物质很好啦吼。啊，但是就是讲较保守啦吼，啊，甚至咱拢伫教会内底嫁娶嘛吼，啊，所以你认识恁何敬业弟兄了吼，啊，你嘛会感觉讲，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交往的对象吗？啊，互相欣赏，互相欣赏，嘿，当时是这样子。啊，你慢慢就了解讲，伊是咧卖保险嘛，嘿，吼，啊，你后来继续安尼，伊做伊的保险，你卖你的车吗？我当时是心会有点觉得事业不是很好，后来做业务员是做忝的。对，咱两个人结婚了就拢有保险，甲拢有车啊，人拢买啊，系啊。恁迄阵安尼正业你做保险，惠莲做业务员，拢伫花莲市吗？拢伫花莲，但是迄阵对阮熟悉了啦吼，啊，落尾就较分心啊。所以就本业拢无伫注重啊啦，啊，你就想讲要换一个跑道看看，拄好一个机会，朋友伫天上上班。哦，天上，天上迄阵拄去一间饭店，所以我就想讲，因为惠莲因的厝的吼，家境较困难，我较无遐需要啦。迄阵，你的家境就好啊。无，迄阵讲起来，我本身还有伫学校伫修学分，未摕到毕业证书，无法度去上这个证。你阵伫倒位读？花莲的大汉工专。大汉工专。我读国贸的。迄阵我已经退伍回来啊，但是我本身以前有一个想法，我若专科无摕到吼，以后就歹竞争。是，就歹食头路。啊，所以迄阵我会做保险是讲，若读册吼，家己个半工半读，然后有一寡所费，暗时出去的时阵，爸爸妈妈较袂甲我骂，啊，咱较好得到安尼。啊，怎迄阵就你惠莲先过吗？就拜托一个朋友吼介绍安尼，互惠莲吼，互伊先入去
做工课。嘿。慧莲，你当时伫遐，你是做倒一部分？会计。会计，是啥物情形？哪会正业甲你做伙去？人伊都做伊的保险就好啊。来正业讲。落尾迄年应该是86年啊。嘿。86年9月以后吼，我摕到毕业证书啊。摕到了迄阵保险吼，嘛拄着一个算低潮期。原来袂好做啦。原来足艰苦诶吼。连续差不多有2个月，业绩拢毋是介好安尼。我家己嘛足烦恼诶。怎一直到11月，慧莲就迄边吼，就甲我讲遐亏，遐亏。伊看安尼吼，逐工因为伊一下班啊吼，嘛无法度看到我嘛。我迄阵是有伫熟悉啦吼，但是咱诶生活步调啊，那愈交往愈深着对。拢嘛无法度配合啊。伊嘛是一个好心。天上甲花莲安尼爱偌久诶车程？天上到花莲爱1点半钟左右啊。所以讲起嘛，无法度讲每天通勤啦吼，嘛再去住遐。你所以你就原来入去精华食头路吗？慧莲讲伊拄也是伫会计诶部分，你是啥物部分？迄阵伊讲有一份迄个夜间柜台。夜间柜台，迄拢爱查甫囡仔嘛。甲人客接待安尼，这2项。恁安尼伫精华几档？前后2档。迄阵有论积分价袂？有，阮爸爸有比阮较迄落啦。比你较急？比阮较急啦。恁爸爸有看到讲，你熟悉这小姐是阿美族的小姐呢？有，连甚至就是阮爸爸拢探听啊差不多啊。爸爸替你去探听？比你较要紧哦。有一工就直接甲我带去慧莲因兜安尼。透早4点外就甲我发起出去。因为阮厝到因厝爱点外钟。去找慧莲因妈妈讲要提亲。讲即件代志。但是迄阵无成功啊。无成功。因为要安怎讲就迄阵真正就无成功啦。本身我参慧莲还未有迄个想法。是。还无想讲要结婚。还是继续咧交往。还是讲爸爸比你较急安尼。就讲顶个吼，迄阵你的爸爸敢无讲对你的期待讲是毋是带一个好老的台湾查某囡仔，还是讲带一个恁共族的？你是太鲁阁族嘛吼？是。还是讲带一个太鲁阁族的小姐？迄阵爸爸敢对你有种要求？无。所在你的。你就放任我的啦。就开放的。我做的决定，伊拢就迄落。就支持安尼。安尼你的家庭较民主啦吼。是。安尼伫精华差不多2档外。第2年的时阵啦吼，拄好就我和慧莲已经结婚啦。你是伫精华工作先结婚的？是。对，安尼嘛爱冲破万难哦。结婚拄好，伊嘛是有心啊吼。迄阵我就想讲，互伊一个较好的环境啊。因为迄阵阮的办公室的气氛毋是介好，落尾阮2个共一个办公室。我伫做财务，伊伫做秘书。落尾伊就离开天上，安心伫厝的待产安尼。你就出来，就离开遐，就出来花莲食头路吗？还是？因为我就想讲，迄阵安尼1个月28000几块吼，一个家庭个歹用钱。对。想讲就来外口来状况嘛。你安尼算讲伫餐饮旅馆业有几多年的时间啦吼，甲包括你家己吼学以致用嘛。是。你怎啊无想讲，搁出来注意恁华人遮讲起旅游业嘛，足发达的吼。你阵敢无想讲走这个路线？有啦，30岁以前拢该坚持啊。但是真吼，囡仔愈来愈大吼。迄阵自囡仔出世了，我伫做铁路工过，我伫做工啊，一工领清7个工钱，迄阵就一直感受到迄个生活的压力。那正业吼，自从你细汉到大汉，你无去经济压过嘛？是啥物观念，互你会变成做讲，哇，你爱安尼付出照顾这个家庭？讲实在，我自细汉吼，阮厝的环境拢足好诶。我要爱的物件，爸爸拢会互我。但是伊对我的经济吼，毋是讲无限量的互你安尼吼，通讲你一定会算。
一个月差不多偌济，我拢算好清楚。我本身是讲读专科，我就伫办公办读，佮家己咧趁钱，拢为着家己诶。家己趁钱诶，感觉讲趁钱嘛真辛苦。你当时诶人生观念，敢会像头拄慧莲你诶太太咧讲安尼讲，我要较有钱咧啊，我要较出大咧啊，要甲人无共款啊，有人生有种观念。嘛是有啊，因为迄阵就看爸爸安尼吼。阮就想讲，阮做伊诶囡仔吼，也不能太难看啦。别太伤济啦，别太差伤济啦。无人讲吼，一顿叉烧笑去安尼。阮嘛是有伫想但是吼，讲实在，落尾现实诶状况吼，一直到一个家庭建立了，囡仔嘛生出来了，迄状况有几年是一直跋落，规个状况愈来愈差。你当时安尼，吼说讲生活压力啦，吼经济嘛是压力嘛，工作佫无稳定嘛。是。恁伫啥物种诶情形下，会晓讲安尼要来刷入即个信仰内底去挖靠天顶即位精神？迄是4年外以前诶代志，我就有一工无代志，我伫厝诶麻烦嘛，佫无头路翘倒摆出去踅，拄因为阮即卖迄个教会富士教会，拄好伫灵安布道会。我就看到就是才有去办活动安尼。转去了，我就想到讲，阮太太是真耶稣教会信徒我就问讲，迄落富士有伫办迄落啥物灵恩会，你有要去看一下安尼？伊讲，你要陪我去无安尼？我想要无代志，我就好就陪伊去安尼。毋知迄阵吼，就怎阮一去就去3工啊。连续去3工拢去。拢去嘛，因为阮拢无啥物代志，暗时无啥物代志。你心佫真烦。就是种安尼吸引你诶力量，去教会。就过吼，过了迄工，我会记敢是拜5款，拜6，就是有感动啦，有感动安尼。有感动。祈祷有感动安尼。迄阵其实我接受真耶稣教会已经。算起来嘛3-4年，因为慧莲的关系。3-4年伫中间内底吼，我和慧莲就是来讲，转去因的娘家，就参因做阵聚会。你是无一定有心的就对啦。讲安尼陪厝内面人去就去因伫聚会我无去，敢怪怪安尼你当时敢认同这个信仰？拄头我无一定认同啦，但是落尾去听几遍了后，有理哦，感觉我袂歹。迄个教会信仰，你甲空头朋友安尼做一比较。讲实在，以我自己的感受是，以早是听过吼，主持人听过，阮知影。就知影讲信耶稣。有一个神伊叫耶稣啊，就是安尼尔。但是这几年互我的感觉，伫阮生活内底阮真正有碰到这个神啊。是。伊伫对阮阮一个会一直带领着我们安尼啦。即嘛足感动。我想到就，是啊，每次想到我就会很感动。现在就感谢你这个神真的对我们很好，伊对咱真正介好。你讲你来参加报道会，然后有了感动。你最后说开你的心，互你对这道理嘛会当接受，听愈清楚。你伫啥物情形下换到这个台电的工作？拄好看到报纸台电有伫应征招考阮华人遮原住民是专门原住民。因为拄好政府嘛有一个迄落原住民工作保障法出来。因为这是迄落公务人员的工作。你就去应征去考试。我就去考试去考试我嘛讲我无想讲我有偌大的把握啥啦，因为应考的人有足济嘛？60-70个嘛。60-70个。你几个？2个。2个尔安尼30比1啦一直到录取通知寄来了，我甲阮太太嘛毋知，一直到落尾是台电通知，通知你去上班，伫红林安尼，阮就所以你当迄个时阵安尼一个讲起来，就互你做稳定的工作啦，你嘛过来真捌做耶稣，做一个来，所以你想来足感动的吼。因为有时阵我想到以前阮足困苦的时阵，因为阮爸爸嘛离开几啊年啊，他离世之前嘛破病2-3年，所以讲你开一寡钱，迄阵就阮厝诶，敢若我和阮太太，阮爸爸，因为阮阿兄嘛住伫无含阮住做伙，阮阿姊嘛无参阮住做伙，迄阵所以安尼拢你会去负担就对啦。一个迄落责任突然间削落来到我肩胛头遮，真重佫有想到
日子吼，真的有时阵吼，一个无头的时阵吼，迄阵就就恶做咯。尤其是对于肺炎吼。哦，你像安尼夫妻就先讲有了安尼争吵，争吵有啦，搁有是讲感觉较无力感。伫迄个当时吼，安尼这个信仰介入吼，就是讲啊，虽然说爱你甲你竞选，吼，互你无一定会当认同嘛吼，啊，但尾也认同，甚至搁来领受这份信仰吼，讲下这个过程应该是慧莲会当做较侪分享啦吼。是。我来请教慧莲吼，你当时你有想讲要安怎来带领恁先生来信主啊？我跟他只是祷告而已，不然就是因为那时候怀孕，我就抱着那个肚子。啊，你阵会想讲要摸，想讲要倒来主耶稣的身边无？你安尼自从你做业务吼，啊，你想讲你要好业嘛吼，你要赚较济钱嘛，你会感觉讲像龙珠安尼离开一段时间？因为有一次就是母亲的去世，让我改变了很多。你安尼差不多伫外口流浪几年？4年。4年多了。这4年的时间你无去倒礼拜？无，无读圣经。互人逼。互人逼。嘿嘿。有读圣经无？有，拢有啦。这是以前从小的习惯。哦。但是就是不爱去教会就对了啦。对。啊，然后母亲去世的那种震撼，吓到，然后你讲人的生命有一天有哪会结束？对。啊，所以你开始去检讨去思考你的信仰。也有，因为母亲的祷告我有看过。我就觉得他的那个祷告让我心里很难过，为什么他都在替我祷告？是大人就是安尼啦吼，就是咱无一定会晓甲是大友好，但是爸母嘛是足疼咱的。其实咱的主耶稣嘛是安尼吼，圣经内底就讲吼，咱有的人为好人死啦，有的人为人主的人死啦，但是罗马书第5章讲，耶稣是咱做罪人的时阵就替咱死啊吼，我神的爱就伫遮显明。啊，所以你当时安尼妈妈离世，啊妈妈搁定下替你祈祷，安尼你顿时讲你的迄个依靠吼，除了神以外，就是纯正业你的先生吼。啊，但是伊无一定认同你的信仰，你迄阵想讲，倒转来主的面前祈祷，啊主耶稣你嘛带领和正业吼，给你做为这个信仰吗？啊，你的妈妈是不是有这种的想法？也是有，因为我妈妈也跟我讲说，我先生他也是蛮有言语的智慧的人这样子，他也希望我先生会教会的，然后一个信仰安尼。对，然后一同信仰教会哈，安尼囡仔从小有较好。对。啊，无你讲起来吼，无讲信仰嘛是很麻烦吼。后来结婚之后啦，我先生告诉我说，小孩子生下来吼。要信哪一个教会？要去伊的原来教会，还是你的真耶稣教会安尼？对啊，我是说，那你说呢？你先生安怎讲？去你们教会好不好？你唔就欢喜的？我心里很感谢神，因为我没有跟他任何，就是告诉他说，小孩子吼，我们一定要信我们教，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是希望说，我靠我的一些行为动作吧，然后用祷告，就是。所以你阵你有囡仔讲话安尼。所以你阵就感觉讲啊，妈妈离开啊，吼。啊，你讲起来，你家己嘛做妈妈，对，吼，啊，你上该亲密的，你这世人袂使讲你所有我可除了神以外，就是你的翁婿嘛，吼，啊，你也嘛想讲啊，主耶稣啊，你就来敬选伊，所以你有用什么方式要甲带领无？还是干那纯粹拢祷告？我纯粹都靠祷告。啊，你也感觉讲主耶稣安那甲你开路？很奇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神的爱，因为他这种是。好像他有安排，在我走的每一条路后，当我走回去教会的路程的时候，他都给我一个安排很好的那种感觉。你当时来教会时阵，你心内有甲主耶稣悔改哦？有。那像我痛哭过。头拄我讲，你敢若像浪子安尼吼，啊离开4-5年，啊讲起来你会发现讲，主耶稣嘛无带你放弃啊。我听讲我先生他得到圣灵，那时候整个就，那时候。我祷告完的时阵就得圣灵。对，他就是在感动之后，感动是星期五，然后礼拜6上午就得到圣灵了。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听到说何先生你得到圣灵了，那时候我整个人祷告完了，我祷告完了，我就还是得考，就感动，真的感动到底。然后走回去也是心里是那种很满意，心感谢啦。对，很喜乐，跟第一次得到圣灵那种感觉是赶快了。
感谢主吼，咱空中听众朋友，咱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哈，也是彩色人生的单元。真歹势就是讲，咱受采访的对象哈，慧莲姊妹伊是原住民哈，阿美族的姊妹哈，伊会晓听咱河洛话台语哈，只是袂晓表达，所以伫遮吼希望嘛，因准利用国语讲吼，这是甲咱空中的朋友来抱歉者。但是咱会通对因的迄个生活安尼来看讲，神的怜悯啦吼，神的爱。互慧莲伫迄个会使讲叛逆的迄个时间吼，伊感觉讲物质享受啦、收入啦吼、经济最重要。结果伊用家己的力量要去奋斗、要去努力的时阵，其实嘛无一定真顺啦吼。慧莲，你即摆伫倒位工作？你甲看到朋友讲，花莲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咱听众朋友听到就震撼了。一个高中毕业的原住民的女士，会通去到高等法院吼，花莲高分院吼，伫遐上班。慧莲，你发现讲主要说足听你哦。感谢主。主要说拢无带你放弃哦。对。你伫啥物情形？你换去法院的工作？我本来在食材做会计。我那时候一直在祈祷，我能够回去教会，心里的祷告很久。后来我先生，我不晓得是不是我先生真的知道我这种想法吧，还是怎样？他就觉得看着报纸，然后看，地方法院，我当初是在地方法院，他看到地方法院有招考银行契约人员，约雇的，约聘，有时间性的，那时候想说去公职人员的地方，有礼拜六、礼拜天。你就想讲要有迄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会当倒转来教会。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没有礼拜六，有礼拜天，但是礼拜天是去长老教。那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现在说你是对恁先生去吗？对。跟阮打卦同工也是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去他们的教会，但是他不要求，他觉得有真理的教会或许不错，所以那时候礼拜天都去他们教会。但是说真的，因为从小听道理长大后，就觉得不赶快就是不赶快啦吼，怎么道理方面就比较少，解释的部分不赶快。那时候心里也是很渴望五行五真理这样子。你头拄仔讲你先生甲你报讲这个法院要招考，尾有考着吗？几个人去考？110多个人。百几人，要考几个名额？几个人？Number one。我比较对。你就幸运了啊。对，很幸运，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安排。对啊，说这条路。我不是学法的，我只是学商。是。我学商也只能学到商事法。无啊。真的吗？你安怎去教人考试？法刑法，唔知。你安怎准备？你要读什么册？准备哦，我随便买随便看，可是几本啊呢？看不懂。那你用什么心情去应课？祷告，心情是用崇敬的心情向神祈求。你安怎跟神祈求？我是跟神说，我是希望我能够有礼拜六到教会。我好希望回到教会，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做圣工，我妈妈那时候就是希望说我能够成为教会，就教员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从小就是教员长大，是，拢伫教会服侍吼。对，那心里一直希望说回到教会里。所以讲起来，你无咧热心助会那4-5年的时间，包括你结婚的缘故嘛，互你却步吼，要等来主耶稣的面前，互你做却步的。对。是不是你这考试的代志顶面，你发现讲，主耶稣给你保留一个足大的空间，100几个考一个。对。你安怎考啊？第一堂是作文。我作文很差。我从小的时候，我作文能力只有60分左右。没办法，我及格啊。人家都90分呢。然后我就是60分左右，所以我那时候我的压力很大，然后心里想说，我祷告神，是，我现在要默祷。你把这个科技拢交托主耶稣。对，我就默祷，我说求神让我能够考上。如果这是你安排的，我愿意服从。如果能够回到教会去，就是讲，若是考调伫这个较稳定的工作，虽然是野久的，你嘛感觉讲，因为有较有时间，你要倒来主耶稣的面前。对。祈祷了，写了就足顺的。我忘记了对呀，主耶稣带你写哈。真的是从头写到尾，没有停止过，笔就这样子挥洒下去，然后结束的时候两页半，然后五面了，
那个纸是大概6面嘛，我就大概5页了。我想说一气呵成啊，一气呵成。我后来就想说，就交给神。第2堂就考法律。我法律你愈老啊你。对啊。你讲安尼考几科？4科。后来结果没想到，就是11月29号考试嘛，28号考试。结果在12月的时候，他一打电话给我嘛。你在上班？上班。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你是黄慧莲。你考掉啊。你也在来上班。你当时也来。我后面有一个同事，他就跟我讲说，是不是同名同姓的？都怀疑起来了。我就只好直接到地方法院探查。他说你不是黄慧莲吗？我说对啊，你就是第1名啊。所以感谢神，那时候有神带领，让我觉得感受到神的爱在我身旁。你安怎对地方法院他跳去那个高电话医？就是因为我同事，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对我很好，那把这件事情偷偷的告诉我。什么种讲，现在都爱偷偷的告诉你？他们是也是内部的考试，内部招，那就是也不希望说把这件事情就是卖伤侪人知啦，因为竞争较多。对，怕很多人去考，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是，这有看报纸无？有一天。当然，咱若是讲一般的雇员啦，咱是讲后尾一个正式的嘛。你当初有去探听无？还是你有啥物主管来你帮忙无？无呢，都无。安尼你伫地方法院做偌久的时间？2年。2年也是2年。这2档讲起来，你伫信仰上嘛有很大的体验。有常常去教会的关系，所以就感动。迄阵你的先生敢信主？谁的呀呗？在地方法院的时候，他只是偶尔去我们教会，还没啦还没有。所以他之前就说大概三年的时候，就是一直知道有我们教会，也是因为我常无反对啦，但是无一定讲特别接受啦。但是你伫这中间，你领受主耶稣已经足侪恩典啦。你尾来考高分院的时候，这个高等法院的时候他们也是几个名额啊？78个。78个去考。对。要考几个？一个。嘛是一个啊。对啊。就是你考掉。下注。主耶稣对你也好。对。你安那考？你是什么职务？录事，记录的录，事情的事。除了传票之外，有时候被亏底。要开庭啊？嘿。你拢爱做电脑处理的对啊？要录音。要录音。书记官。嘿。我们就是录音起来，然后都是用电脑作业。你当时你安尼，虽然是对内考试啦但是你去考场先70几个，你莫戆去。也是很担心啊。是做竞争的啦对啊，也是。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也用那种第一次去考地方法院的那种心情，还有默祷告，科归科，4科还是靠祷告，也是一样，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的。感谢主。所以你伫高分院这个期间，嘛拄好是正业来信主的过程。其实快到高分院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受洗，受洗了，就是在3月份考试嘛，那一年的2月份。春季联欢会他就受洗了。对。正业你的太太模子考试，你应该嘛拢参与在其中。你会发现讲，咱听一般人真正无同款。我迄阵对伊就拢足有信心的。我感觉伊能力很好，可能有的地方会不足啦，但是我讲上无伊嘛有一项比人较强的。你对伊安尼熟悉伊，甲恁结婚，恁家己请囡仔佮对这个考试的过程，你生活上你嘛拢接触着。你安怎看你的太太？哇，这信仰说讲遮迷信咯。还是那还虔诚无？还是讲互你有啥物感动的所在吗？伊的态度是很虔诚的，就是他会虔诚，我嘛有去想过这个原因。什么原因？真正是感谢神的恩典。那不是这个神阮今仔反正不是行这个这个感受。到这里讲，其实阮以前伫外口安尼谈话啦若无讲去熟悉着咱这神的时阵，反正我即马佮伊早共款，拢靠家己嘛，就是要奋斗爱拼嘛，拢伊早共款啦。但是阮周围的人一个
生老病死吼，有诶介少年就离开啊，但阮爸爸照你讲伊诶年岁还未到，吼，但这拢毋是咱去算诶，毋是咱算会着。人诶生命伫神诶手中。迄阵阮太太，我会记得伊甲我讲一句话，这对来讲伊足爱我诶吼，但是伊惊，迄阵我未开始，还未信，伊惊伊看袂着我，找袂着我。咱对即个生死吼，若有了解，其实圣经内底神互咱诶一个保证。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就甲咱讲，伊留落即个上美好诶，就是互咱会当下罪。人因为领有罪，所以爱去面对死亡吼。所以足侪人对死亡不了解，就足惊吓。但当咱对灵魂、对生命了解，耶稣讲伊去，原是为咱预备所在，预备好咯，要过来接咱对伊遐去。所以信主，你过去嘛信主啊，阮嘛信主啦吼，你的太太嘛信主啊。但是重要就是讲，咱信主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证据，就是领受圣灵。这伫一般的教会，我看是无一定会当有这个体验。所以讲，迄阵伊甲我讲吼，伊就有把握甲我讲吼，伊惊讲有一日吼，咱无法度搁再见面。是，他意思不是说我们在人世的事，而是说当你离开了以后，你怎么去碰面这样？对。那我想讲，就是他为什么会那么有把握这样？所以讲，我就开始渐渐吼去接受了，去思想这个信念。思想这个教会即嘛伫讲啥物？是讲啥？因主张迄是啥？我就开始愈来愈有兴趣。是。讲实在，这几年来吼，迄阵我会记得头一间去教会前，因讲的母语是阿美族，会记得就前面是我迄讲翻圣经吼，很大的感觉，我头一届翻圣经，翻甲一直翻来翻去安尼。你哪会头一摆翻圣？你较早哩？我的意思说，较早阮伫教会吼，阮以早伫领受的吼，伊讲一讲一个章节啊，现在时阵，伊就讲其他。差不多就因为我们本身嘛也无啥有啦，阮爸爸迄边是嘛无做深入就对啦。啦，嘛袂讲真正讲一个章节直接后解去研究看咧。落尾讲实在，这几年来吼，到教会了，其实拢是接受到教会牧养较侪，咱一直讲吼，伫遐吸收，吼，伫遐学习。到今来讲，嘛是也是一直在处在学习的状态安尼。就是讲，当咱心拍开，主要所开咱的目睭，你会发现讲，这是目睭毋捌看见的，大家毋捌想过的，咱的聪明嘛毋捌去考虑过的，但是主要所拢借了这个短短的时间，安尼，互恁慢慢一项一项拢去接受。但最近我嘛有想，就是讲。回想以前嘛吼，即摆我看一寡人吼，少年人也是讲一寡跟阮同辈的，有时阵做代志我那就是讲过迄个无信仰生活的，所以我就看朋友安尼，我就想着我依照我的家己啦。感谢主要所锻炼会使讲伫因夫妻的过程，咱会发现讲神的疼神的爱是袂甲咱放弃的吼。所以建议你最后甲观众朋友来做一个结论。除了讲你要搁继续学习啦，咱每一个人是咱活到老学到老嘛，你会感觉讲安尼行过来，你这30多年的人生你做一个结论，甲观众朋友来分享。算起来我还算蛮年轻的，30几岁嘛但是今摆才开始应该不算太晚，真的不算太晚。当然是，我希望真的有感受的人，也许我们的故事是很平凡的，但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我们领受的恩典，是无穷尽的，真的是很大很大的这样。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生活。神带你开这个信仰的门互你来真捌意讲起来，主要说是咱上好的瓦靠。是。你嘛当将你对主要所领受的迄个恩典点出一个大手骨，互你的太太讲做一个足好的瓦靠。真正从以早寄托到交托，本来是从寄托的，从寄托到完全交托，是我们全然就是真正甲阮生活交互神，由神来带领安尼，阮拢只要交给神，阮拢就踏实的。感谢主彩色人生美满的家庭，幸福家庭，爱有主耶稣甲咱见证
来推荐，你有要伫空中安尼甲空中甲朋友安尼做一个结论嘛？珍惜周围所拥有的，因为神都在你的旁边照顾你，去体会他，就走那一个步，走到教会里面去听这个神的道理。就讲人咧继续咧流浪的人，你想要甲因讲什么？你就赶快回去吧。较早回来，较早领受恩典啦吼，继续领受恩典。咱最后来甲空中的朋友做伙来祈祷，咱压头肺吧吼，心中袂倒。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有你，因着你的带领甲保守，互阮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既然你所听，你拢吸引来到你的面前，阮会通对你来领受福气甲平安。主，阮需要喜乐，拢因为在你的恩典中间来大大赏赐互阮。人生的过程，阮有诚侪挫折，总是你无放杀阮，你嘛无放阮做孤儿，因着主耶稣你应许甲即种的保守，互阮倒转来甲你的面前的人，拢会通对你遐来领受阮所亏欠的平安。主啊，阮期待有搁较侪美好的色彩伫阮的生命内底，因着你甲阮引带甲保守。求主耶稣照着你的应许，互阮会通来回头，转来看到生命的需要。主，期待你来保守阮，互阮今仔回头的人，拢会通搁再有机会对你来领受恩典的福气。求主耶稣你引带阮的脚步，互阮袂跌出失脚，互阮无失落。阮安尼祈祷，求主垂听，哈利路亚，阿门。